乡亲啊，煞来讲，这个观光业有影是愈来愈火咯。这个中华鹿港的天后宫，伫过年的时阵，有针对着各行业今年的景气来抽签诗，结果是这个观光业抽到上签。真拄好的是，有这个旅行社统计着今年过年上侪人去佚佗的县市，结果中华头一届拍败着花莲、台东甲台南，摕下着冠军。上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华有古迹庙寺，有出名的八卦山的景点，再加上各种的美食，而且离这个台北这2点外钟的车程，所以将做北部的民众过年佚佗的第一选择。鹿港天后宫对今年的景气做预测，其中观光业今年阁一摆抽到签王。去年观光也是上千，那今年也是上千。这个我们是以妈祖的圣杯来做决定哈。当然这个抽签东西都仅供参考哈。虽然庙方讲参考，不过抢赌抢测试阁抽到签王。过年结束了后，旅行社业者公布今年全台湾上好耍的县市，第一名就是中华。觉得还是蛮惊讶的啦，因为彰化这地方风景也没有说很特别。拍败别的县市，中华人拢感觉真样。旅行社业者分析，主要是中华离台北，敢若使2点外钟的车尔，加上民众过年惯势去庙拜拜。天后宫妈祖庙这些的，过年的时候特别会喜欢去，就是祈福。那彰化本身的庙宇有很大的诱因。中华真侪好耍的所在，什么瓦大自然，有八卦山，什么去有名风景区，有4型车库，什么买花，参买花园有种800款真水的花，搁有中华肉圆、鹿港肉包有名的点心，有通食，搁有通耍，无怪民众真爱来中华佚佗。